好，咱开始。1642年9月24，对船顶调60个水手来起山上岸，以便随军出征，并且搬运作战的枪支、火药等等。即寡水手适当分配到各部队去，也派一寡乌人，譬如江南人、Carthaginians， 这毋知倒位人Java 人和希腊人来搬运食物。所有的士兵拢配备火药、枪支甲打牛刀啊。行军的安排，战地指挥官命令如下：先头部队是队长 Peter Boone。今仔日这是要去倒位啊？要去迄个山金啊，迄个地区啦先头部队是队长 Peter Boone， 中尉Julian Smith， 中尉 Kulenberg。即马介绍即个每一个算队长每一个人啦即马介绍每一个人下底拢有注脚，等下再来读先头部队是队长 Peter Boone， 即个无啦其他的有中尉Julian Smith， 注脚是编号1号，中尉 Kulenberg 2号，主力部队是中尉 Johannes Burgers 编号3， John Van Kriekenbeek 第4号，加即个 Paulus Struis 这都无后卫部队是专员 Martin Jerriston Ridley， 中尉 Pedro 和中尉 Gaspar Adderallenson。即个人拢无注脚，有4个顶头讲的4个有注脚，小甲看一下。头一个Julian Smith。是1641年12月2号，以士官带领10个士兵到 Martin Wesleyan 去避难探金。1644年2月16号，以将旗官参与队长 Peter Boone 的出征。保条岛 Tobago。再来是第2个是 Baron Kulenberg， 1629年以士兵自荷兰迪亚河出国。1636年做总督 Henry Blower 的护卫，同年升任士官。1641年升任中尉。1642年9月14，随同队长，就是即道这嘛，就今仔日咱咧读这嘛，但是毋是9月14。咱即马读的已经到9月23，9月249月24，但是伊这是讲9月14，即个人 Baron Kulenberg 随同队长 Harold 出征归人。1644年升任队长。1655年11月29号伫 Colombo 围攻战当中阵亡。第3个是 Johannes Burgers， 是威利切人。1639年以士兵出国。1636年被任命做文书。伊来佛罗摩萨。1642年8月28，到中尉 Peter Boone 去侦查归人的西班牙城堡，夺取该城堡以后，伫1642年9月伫遐成做议会议员。1643年12月20，
伫航空哥伦布以前升任做上士，1645年做队长，1647年做上尉队长，1648年上尉带兵出征马尼拉。转去巴达维亚了后，1648年5月29担任法官，1651年6月做孤儿院的院长，1663年做维山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个注脚叫做 John Van Kriekenbeek， 是 Dusty 伫附近的人。伫贵人担任临时中尉，1644年10月被认为无适任长旗官，因为伊无法度和当地居民交往，就是伊毋知影要安怎和当地居民来交往，所以无法度做长旗官。好，咱转来日志遮，拄则。点兵啦吼，每一个什么队长啦、中尉吼，点煞了后，下晡战地指挥官伫个城堡里指派所有部队的战斗部署、战斗部署吼，就是分做7队，每一队约略派有54个士兵，甲61个水手出征，并且有86个乌人用来搬运竹仔。水管啊，甲辎重哈，辎重的字面来读呢。读做辎吼，运搬10米的大车吼，叫做辎。车载物件吼，货物吼，货物就是资啦吼。入车轮孔的车心，车轮孔的车心嘛，叫做辎。好，86，并且有86个乌人用来搬运竹仔、水管啊，甲辎重吼，辎重。下午就是下晡啦吼，离开城堡的人数是528个人，因行军前修道院的圣多明哥，这什么意思？第5个注脚，圣多明哥是人名还是地名？第5个注脚。讲是伫个佛罗摩萨本岛对岸的贵人小岛顶的迄座细经西班牙修道院，叫做山多多明哥，吼，是伫个1626年以前所起的，吼。1626，哦，足早的，吼，西班牙有来，足早来哦。因行军前修道院圣多明哥吼，对遐因行军前修道院，这是啥物意思？我看无吼。对遐坐小船渡过水道去佛罗摩萨本岛上岸，以便争取时间。而战地指挥官将伫明仔载透早，随后前往。迄只大领港船甲一只胖船爱载运食物甲足钱的庆忌荷药、弹药啦吼，对水路出发，以便前往圣劳伦斯湾。圣劳伦斯湾第6个注脚，就是即马宜兰县苏澳湾吼。之前读过袂记吼。苏澳较早叫做 Saint Lawrence 吼，供应粮食甲弹药互军队。
所以苏俄历史悠久吼，你若有机会去到苏俄，知影伫遮荷兰时代就有即个所在，就已经有名记载吼。但是是西班牙号的名吼叫 Saint Lawrence， 因为军队敢若带5天的大洋，伫咧海湾，该海湾伫咧达瑙河附近吼，距离佛罗摩萨北边5英里，5荷兰里吼，并且命令其他的船只爱留踮咧此地停泊。一直到军队转来，搁来一个小标题：英勇的战地指挥官 Jonas Lamotius 阁下指挥的军队对归人经过陆路前往圣罗伦斯湾的主要经过的日志，或者是描述写伫底吼。才有一个注脚第7，看嘛讲。即份1642年9月25到10月初一的出征圣罗伦斯湾日志是列兰加城日志的一部分。转来日志遮吼，9月25，过来就是要写因去苏遐吼出征吼。9月25，军队伫昨昏对归人已经用船运过水道去佛罗摩萨大岛。今仔日透早，战地指挥官阁下和伊的随从也向往遐，也去遐吼。伊到遐的时阵，日头还未升起来。伊阁下下令进兵，并且出发。因首先对山岭中间经过一条还阁算简单、阁算好行的道路，行往海边啊。到遐道路就相当歹行咯，因为有必须经过的大石头和礁石。我的电脑忽然间规个拢无去。读较对。到遐道路就是相当歹行，就是到海边啊了后，路就歹行吼。因为有必须要经过大石头和礁石。约落伫7、8点钟来到 Kinabos 河注脚第8来看者吼。对一条河呢？Kinabos 河是对本文的描述，伫咧9月下旬，为迄当阵归人，就是即马和平岛对岸出发，经过山岭，行往海边啊。启程的时阵，日头还未升起来。7、8点钟就来到海边即条河流。该河可能是伫即马归人市东北沿海，但是无写是对一条河吼。该河流经沙地，约有30到40尺宽。行过迄个河流的时阵，士兵有一寡人爱踮咧水深到腰的所在来撩开啦吼，有人伫咧水深超过骹踏舞的所在行过，因为该河流有一寡所在较浅。军队拢经过该河流了后，就是大家拢过河了后，阁下命令小可休困一撮啦，然后再食早顿，食了早顿，搁再上路吼。沿着海边继续行军，迄也是一段有石头甲礁石的歹行的路。伫遐有几条真好的淡水的碎条溪，是对山顶流落来，人会当骹拢袂沾着水，安尼来行过迄条碎条溪。途中
途中有小可落雨，但是无偌久。过到了无偌久，就来到巴瓦党，主卡第10吼，看这个所在是啥物？巴瓦党可能是伫台北县瑞丰镇的沿海。讲过到无偌久，就来到巴瓦党，是新仔人以前为西班牙人烧石好的所在。军队伫遐休困差不多2-3点钟，并且食中昼。对遐则阁沿着海边行军，道路比以前的还阁还要走，毋知是还要难走还是还要好走吼？我想是还要难走啦吼。道路比以早阁较歹行吼。哇，你经够歹行，阁较歹行，毋过想会到啦吼。你我即嘛是因为开公路，你若无开公路，迄是变怎行？你想着感觉够恐怖。途中遇到3次的暴风雨，不过每次拢真短暂。行军一段时间了后，当地居民甲伊阁下讲，即个阁下拢是迄个战地指挥官啦。Jones Lamotis 吼，当地居民行军一段时间了后，当地居民甲伊阁下讲，另外有一条山路较短，嘛较好行，因是安尼认为啦吼。较早有一寡较早啦，我想到一条叫做鱼路古道吼，鱼路古道吼。毋过鱼路古道敢若是较早对贵人甲台北行的吼，即嘛毋是，即嘛是对贵人要迄个宜兰行吼。迄时先头部队已经行过去吼，所以伊阁下就带领主力部队和护卫部队去行迄条山路吼，比先头部队先到海边啊，即条路是较短吼，但是和沿着海边仔的路，共款是歹行吼，因为首先必须要爬上一座真陡的小山，然后必须要经过一条话路吼，一条话路窄路啦吼，沿路满是树丛吼，气泡丛甲枫叶，全副武装的人吼，真恶行过即条路，而且行我海边的时阵，抑阁必须要行过水深超过骹头尾的一条河流。即条河流并无注入大海，是伫咧海边啊注入去山里，水流入去山里，沙内底吼。要暗时阵来到一个所在，当地居民称作 Bovo， 就是称即个所在叫 Bovo 吼。军队伫遐休困过暝，伫遐四季拢是又阁大又阁圆的石头，大家拢必须爱倒伫即种石头顶头困吼。因此，战地指挥官阁下和其他军官，因为安尼无啥无舒适嘛吼，所以甲即个所在起一个颠倒的名，称作乌门啦吼，乌门城。就是歹困，颠倒甲号一个好名，叫做乌门村吼。就名称是乌门的吼。即暗有2处真紧的小雨吼，骤雨啦吼，骤雨就是我查一下，骤就是速度足紧的，叫做骤吼。台语读做走吼，马跑走真紧吼，就是走，赶紧吼，就是走雨吼，走雨就是
就足紧诶，念啊，就过去好吼，作物。即暗运两处诶小诶作物吼，过来是9月26。透早军队再度出发，盘过一座小山，真行嘛，真歹行吼。然后继续沿着海边啊，行过大石头和尖锐陡峭的礁石啦吼，又个尖，又个夹陡峭吼。伫遐士兵必须要互相递交武器，一个由一个吼，就是大家爱武器爱算放盘体啦吼，大家你摕互我，我交互你安尼啊，一个由一个互相帮助。哇，这路有够歹行吼，想会到吼。嘛必须爱爬过真尖吼、真夹诶礁石诶中间甲下面。爱甲即个扑出来角弯，还是写角弯啊？这个什么意思吼？扑出来即个角弯吼，爱抹掉，好势吼，抹暗。伫下面就是会拍翻诶海影吼。有一个人被海影冲着骹底吼，嘛有规身躯拢拍淡去吼，来到一条称做多马林诶淡水诶小溪边啊吼。多马林注卡12，看嘛，倒一条溪。多马林溪可能是伫台北县瑞丰镇瑞丰的沿海。我查一粒地图吼，我想讲瑞丰是伫山顶，搁外海。台北鸡人边啊，鸡人搁东就是瑞丰区啊啦吼，所以就是即只吼，瑞丰。但是因是行海路啦吼，行这海边啊，这海边啊，这路一定足歹行。我来看一下这2号公路，看一下看一下相片。啊，这公路开着当然是看起来是真好行。若无这公路，伊是要安怎行啦？因为迄种山直接拢插入去海嘛吼，所以一定足歹行嘛。我看有人翕相，北海岸观景平台遮。遮我是足罕咧来啦。我敢若记得我大学诶时阵，有一道项敢若是中兴发商诶学生囡仔，伫即只暗时啊，伫遮行过一撮，野游就对了。哇，这相片看着真恐怖。
歹势恁看袂着啦，YouTube 看会着哈，就安怎行啦吼。好，咱转来伫市遮吼，我伫歹行诶嘛是咧行吼。来到一条叫做多马林诶淡水诶小溪边啊吼，多马林诶淡水诶小溪边，我看倒有小溪。北海岸关景平台遮就有一条溪呢，所以可能就是即条溪啦。我哩晓。过来个都无看到啥物河流流对海出去。北海岸关景平台遮一条溪，佮另外一条就是伫咧即个这是啥？阴阳海吼，阴阳海即只关。较早迄啥物18王宫是毋是？反正伫即只。阴阳海遮佫有2、3条、3、4条溪哦，那哇，1、2、3、4、5，1、2、3、4、5、6，遮都有6条溪，所以嘛有可能是遮啦吼。好，咱转来伫即遮，讲来到一条称做多马林诶淡水诶小溪边，迄是阮今仔日第2次休困诶所在，也伫遐食到。那食2工，食中昼顿。哦，过暝，哦，我拄则讲诶食到应该是前一工诶啊吼。即只有几已经烧歹去诶，即个小水景厝啊，吼，是鸡人甲城堡诶对岸诶村社居民，伫阮大厝迄寡所在时阵，倒来即个所在吼。后来因为阮所提供诶友谊啦，友谊啥着，因则又搁转去因诶村社。对遐，搁再沿着海岸行过一小段石头甲礁石的路，就转入去山里，沿着一条真侪石头的河流，上游行去。伫即段路，阮有几若遍要行过，又搁沉又搁骨的石头，真侪人伫遐拢骨倒吼。来到一座又搁悬又搁夹的山。有一条真滑又搁歹行的路吼，两边拢是真夹的即个路架，又搁充满石头甲礁石，加在伫遐有一道水质真好的溪吼，对山顶流落来，互即个真忝的士兵吼，拢会当来啉即寡水来止喙焦，心情有较清爽吼。搬过即座悬山了后，爱阁经过2座较细但是真夹的悬山，阁再度来到海边啊。所以山过来个海来到一个称作是邦加的所在，邦加会对字卡12。等来看讲到即个所在，阮伫一条嘛称作即个名，相关叫做邦加的小溪边啊休困过暝，沿途有落几斗雨。好，咱来看邦加伫倒位呢？字卡12邦加可能是伫台北县贡寮乡里的蚊仔坑蚊子啦，mosquito 蚊仔坑叫做河米，即个地名可能甲邦加是有关系吼。贡寮，等下我来看一下邦加。我看到蚊仔坑啊吼 ，Google Maps 顶头有蚊仔坑。
因沿着对一条溪行过来，我毋知吼，我伫就是行山，我看一下 Google 的位置图吼。对，这只有山吼，因着下过这山啦吼，然后到这个网仔坑吼，网仔坑啊吼，网仔坑，所以因无。等下吼，我看嘛，伊讲网甲，所以因搬过山头一粒悬山，两粒小山了后，再度来到海边啊。即个所在叫做网甲，有可能是网仔港吼，网仔港，所以因无经过龙洞遮吼。因着龙洞甲即个皮头角吼，因拢无对遮。即嘛，即个一条是叫做啥？二号公路是叫啥？我袂记。东海岸街啦吼。即条公路是。沿着海边啊，到片头角吼，插过片头角，再搁驶过海湾。迄个海湾是啥？无写，毋知。龙洞啊吼，就是龙洞的即个海湾吼。再搁往南，再到即个网仔坑。但是这是即马公路的行法。因毋是吼，因可能伫咧。某一条溪吼，即个北海岸顶头某一条溪，就搬过山，然后来到即个海边啊，东边的海边啊，网仔坑遐吼，网甲。好，咱继续转来日试车，10:04，大家行歹行，所以咱读足慢吼。阮伫一条称做即个名的小溪边啊休困过暝，沿途落几落斗雨吼，网仔坑遮是有一条溪无毋对，因为今仔日经过的道路拢真恶劣歹行吼，所伫有50外个士兵疲劳到必须伫路边倒落来休困吼，无法度倒上因的队伍。不过，因大部分拢伫暗时要到的时阵来到因的部队吼。因是战地指挥官阁下命令长队居民帮战因，甲因带来吼。但是有10个人到过长日早起时也未到吼。即暝阁有2斗的即个作物吼，就是即个敢若西北雨啦吼。9月27，透早军队阁再度出发前进，又阁搬过2座真陡的小山，其中一座比另外一座较细，阁再度来到海边啊。遐的道路就比进前的较好行侪啊吼。不过有时啊，也阁必须要盘过几粒礁石吼，又阁行又阁尖的即个。就尖又阁来即个礁石吼，途中有落一寡雨，阮伫咧第一厝休困的所在食早顿，就是头前一个称作马东的所在，伫遐有几啊居民对3条蛇摕着青龙旗来欢迎战地指挥官阁下，并且带一寡饭甲咸鱼，会当互10个到12个人食的分量。来互战地指挥官阁下。好，咱来看马东即个所在是啥物所在？字卡13，可能是伫3条角界棍的款吼。马东
可能伫台北县贡寮乡澳底一带吼，澳底吼。河米，拄则我有看到河米即个地名，蠓仔坑搁往南就是河米。河米，哎呀，我用社区河米。河米嘛是蠓仔坑的，安尼可能即个字卡安尼写无介对吼，因为我看河米甲蠓仔坑是无共所在吼，蠓仔坑伫北边，河米伫南边，沿海安尼啦吼。咱转来日志照是读到倒位？麻东讲是澳底，贡寮澳底。有看到澳底啊吼，三雕角，三雕角伫贡寮。为什么无看即个地名？蠓仔坑，过来河米，过来金沙湾，过来就是澳底吼。你若看地图是安尼，自北到南吼。这个我不解释吼。麻东13个字卡，所以食了早顿，就是伫咧即个麻东即个所在，伫遐有几啊居民对三条社摕着青龙旗来欢迎这第几位官吼，并且有送因一寡饭甲咸鱼。对此，伊阁下无意婉谢，就是。说多谢，但是婉谢是讲甲脱死掉，讲伊要等到进入因的村社，迄当阵因爱带来教业，互全部军队食用的饭、鱼甲其他食物，即寡食物将会支付代价，以示感谢吼。所以毋是白食吼。因答应将会照办，对遐继续前进。有时啊是好行的沙滩，有时啊又搁爱搬过真惊的礁石，又爱搁行过一条路，经过沙滩，水深超过脚头趺的河流，然后沿着一片平坦的沙滩，对遐军队会当排队前进，行到三条社，约落伫下晡2-3点钟，军队。到社吼，到迄个三条社，三条社应该就是三条角吼，三条角，三 D 个。为什么我地图无看三条角呢？哎呀，出看觅啊！Google 地图无即个三条角的地名，三条角灯塔。好啦，就是到尾仔三条角啦吼。所以路真歹行吼，对过人行到三条角，安尼用几工啊？敢若是第3工的款。
真歹行吼。好，过来。到该社，伊阁下含酋长交谈，搁再一道命令提供食物予军队了后，就予士兵进入村舍，先去房屋里休困。战地指挥官阁下第三处兼用好话甲威胁的话，命令带食物来予军队。后来也是逐仔来吼，慢慢仔来摕来。虽然讲阮用真悬的价数支付了迄寡食物，但是即工也是无带来够夜通分配予士兵的饭。因嘛炸一寡咸鱼、葫芦3、4只鸡来予战地指挥官阁下，即寡也已经支付代价予因。即暝，迄10个龙武的士兵也被带来即个村舍里因的部队内底，规夜拢落蒙仔雨，继续一直落到过堂日。9月28，对早起到中昼，还阁拢咧落蒙仔雨。伫咧战地指挥官阁下的催逼之下，当地居民才带来到夜分配予士兵的饭。毋过嘛是真动作真慢才炸来吼，逐仔来吼。战地指挥官阁下虽然通知每一个士兵，伊将全部所买到的咸鱼和其他的食物分配予军队，但是因为有一寡士兵因的粮食袋啊吼已经空，却也有钱，所以就家己就去买因会当买到的食物，用诚贵的价数来支付吼。因此，迄寡被好价数吸引的当地居民都无搁摕物件来予战地指挥官阁下，因为卖迄寡品搁较好，价数搁较好吼。而提起予士兵以2位的价数出卖，2位啥物意思？2位数嘛，还是2位？对这个情形，战地指挥官阁下为着要予士兵先会当食饱饭，所以就目睭就一蕊金一蕊血啦吼，当做无看吼，互因家己去进行。同时，战地指挥官阁下又家己含经过别人详细查问当地居民，前往加马兰的道路是安怎行吼？要安怎行？爱继续前往 Saint Lawrence 湾吼，到苏俄湾的路要安怎行吼？迄寡以早行过迄条道路的迄寡当地居民，就甲迄条道路的行法讲安尼讲吼，下底就是记载因讲3条车，该车伊早称作基湾诺的居民甲其他人甲阮讲，关系上述3条车和加马兰省中间，以及继续前往圣罗伦斯湾顶地的道路、小路、河流甲其他状况报告或者是消息，记伫下底吼。哇！今仔日咱咧读地理啦吼，真可惜，我对这只咱对这无熟吼。你若对这只有熟的，无定你敢若看，你就知影你讲啥物所在吼。哇！毋过这真正歹行吼，我即马看对3条角到宜兰吼，这实在是足歹行，这全山啦吼。啊，你若沿海边仔行，其实山拢插入去海，所以其实这足行足歹行吼。这后来开即条路，即条是叫做啥物路啊？2号公路吼，叫做滨海公路。哇，我袂记啊吼。哦，歹势，转来你是遮吼，咱来看伊讲这要安怎行吼。对3条角到宜兰，对3条车落去，我看时间。对3条车落去，经过一条河流，我得来
开地图无？毋知影你讲读啥。3条写落去，经过1条河流。河流遮侪条是倒一条？我即马咧切换，这是敢若切煞袂记。即马是 Google 的图钉，好好，切袂过。我即马切无即个，好，河流3条线往南行河流，哇，河流几啊10条咧。毋知对一条，首先就会经过1条河流，首先就会一小段沙滩，经过1条足侪石头的小溪了后，就来到山区。伫遐必须爱搬过2座小山，但是爬起去了后，因为落山无像上山的路程遮尔长，就爱接去哩一座大悬山，看遮地形看会出来，看袂出来，实在是看袂出来。好，因为爬去了后，就要接去哩一座大悬山，伫遐有1条小溪，爱跳过迄寡石头甲礁石。即座山的即面并毋是真陡，嘛袂讲真歹去哩，但是另外一面却是真陡，也有真侪石头甲礁石。如果落雨还是大蒙吼，迄寡真油真骨的黏土，染伫含下面的即个大细粒圆石头啊染做伙吼，就会真骨溜吼。而且迄个小路的两边拢是真陡的路架吼，伫遐必须爱真危险，必须爱真小心来爬起爬落吼。即座山含拄则讲的迄2粒小山相款吼，拢有真侪树木。真侪树林，互迄条路伫咧有一寡所在搁较歹行，而且只有拄则讲迄座山的一面，即一面迄条小溪才有水通就好啉吼。伫山的另外一面，爱一直到山骹的海边啊，才有水通有水通啉的即个河流。当地居民空手1-2个人做伙吼，对早起。对3条线出发，要行到下晡2点钟，才会当行过迄座山。阮带着全部的军队，都若是无1工半是无法度行会到吼。而且对迄个山骹到称做 Beres 的迄条溪的迄段沿海道路，拢是又搁大又搁圆的石头，以及又搁悬又搁尖又搁内的即个。真惊的礁石，非常的危险，歹行。好，迄个拄则有讲到一条有名的有一条溪有名，讲对山骹到迄条称做 Beres，B-I-E-R-S 吼。我来看第14个字卡，写讲即条是倒位无 ？Beres 溪可能是宜兰县北边的大溪川。大溪旧名叫做北关，北通3条，南通乌石，是南地南澳要道吼，这是红面人写，叫做大溪川。大溪川，哦，看到大溪。确实是较长、较大一条溪啦，吼，叫做大溪。
即个铁基路吼，好车有对遮吼经过，叫做大溪好车头。Billis 古早名叫做 Billis 而且对山卡到迄个 Billis 迄条溪的迄段沿海道路是又搁大又搁圆的石头，以及又搁悬又搁尖又搁来，照非常危险歹行迄条 Billis 溪约落伫迄座山含托罗钱河，托罗钱就是加马兰省起点中间的半路。托罗钱，对注卡15讲塔罗钱可能是即马和宜兰县的头城河本文所表示的地点可能伫头城河口的达马恩迄到位啊。大溪，各位啊，今仔日读的即所在，你若有机会经过爱想起来讲你伫咧读即个日兰læ城日志的时阵，都有介绍。日兰læ城日志，你有想讲伫台湾、伫台南写到即个归人，写到宜兰遮路边仔行拢甲你讲400年前头城。什么溪啊？头城河。头城河毋知伫倒位无看着。好，不要紧啦，反正就是头城遮头城遮就已经是宜兰即平原的即个北边上北边即只嘛好10:24，继续看咧叫做塔罗舰头城河。上好，阮的军队伫咧第2天才出发，安尼当地居民就会当来帮忙，因为因敢若炸真少的物件迄条 Billis 溪大溪啦是沙底，一落雨就会水就会淹甲足悬悬到必须要对水深过腰的情形之下来撩过去，而且迄当阵水嘛真错流水急甲讲会人真容易被吹煞飘走对塔罗舰河约落行2点钟。这是当地居民的行法啦就会来到边塔的沙滩无淡水，伫咧该塔罗舰河的即边，沿着该河上游行去有11个村庄，伫该河的对岸也上游行去有14个村庄即寡村就是即条河我看下即条河是啥物行向？因为我毋知迄个塔罗舰河是倒位宜兰甲这是泉水泉河啦，几啊条毋知退一条。但是看起来因为拢是对水拢是对山歹讲因为即个无一定啦我本来想讲是毋是拢是西北东南向嘛无呢？有诶嘛是。西南东北向好啦，反正就是讲的即条溪两边的岸啦一边有11个村一边有11个村舍对面有14个村舍即个村舍当中只敢有一个村舍，就是上下游迄个村舍是含阮革命并且有青龙旗。该塔罗舰河因为真深，所以无船车，就无法度通过去
要真咸吼，因为海水倒流甲真内底，因此上下游迄寡村社有真好诶淡水，必须爱，就是爱溯河吼，就是沿河上游行去2-3里去取水，去遐才摕有水通啉吼。对遐伊阮军队诶行法，行差不多约落半工诶线路，就一条称作土早洞诶河流。等下吼，我看觅土早洞，我看注脚16，土早洞河，可能是即马宜兰县诶旗武兰川。旗武兰川哦，本文所描述的地点可能伫社头遐。社头伫倒位啊？哎呀，我得爱输入宜兰。社头，哦，伫总围啦哈。总围遮有一个所在叫社头吼，但是遮无看到溪啊。有一个庄社含阮革命嘛吼，其他无。伊当地居民的行法行差不多半工。土早洞，歹势，我读较对啊。讲上下游遐迄个村庄有真好淡水，必须爱溯河吼，行2-3里去取水。对遐以阮军队的行法，行差半工的线路，就有一条称作土早洞的河流。即条河流也是真深，无船只就袂当过。伫即个河边有3个村社，其中一个村社就是以该河的名称做社名，含阮有革命，其他社无含阮革命。对第2条河继续往前行，以当地居民的行法，行差不多半工，就有第3条河称作溪里湾河，是迄寡河流当中上大上深的一条，有真侪沙鱼甲其他鱼对海滩溯河哦。上游行起来吼，有9个村社，无一个含阮革命。对即条河流继续前往圣罗伦斯湾的苏吼，当地居民需要行半工的工时间。即条路先是一段小沙滩，然后就甲以前相款的石头甲礁石的路，爱对该湾继续前进，相信是完全无可能吼。嘛无听讲，有人讲对陆路行过迄条路，只有一个树林内底的野人吼，伴着野禽吼上下岩石，安尼因伫个树林内底甲野兽同款的生活，无含人类来往，因此若阁要继续前进，就即敢若爱行海路，就是苏俄阁起哩吼，即花莲的路，佫毋是人行诶，人法度通行诶，讲啊足明白啊。除了高山啊，人无法度过啦吼。苏澳嘛，苏澳就是宜兰的即个平原的上南边啊吼。过来就是苏花公路，大家知嘛，迄拢足歹行诶嘛吼。毋是人行，人无法度行吼，高山啊才有法度。后来即讲的即3条大溪，其中上大的即条，我相信就是即条叫啥？
南洋溪啦吼，南洋溪啦吼。好，今仔日先读到遮啦吼，搁较歹行嘛是行到苏澳啊吼。啊，苏澳上尾搁一段咧，明仔载今仔拜我才拜三，明仔载会使继续读吼。啊，明仔载再继续读，明仔载即篇应该会当读煞啦吼。即篇我讲落长吼，9月24号即篇，但是伊写做，甲几啊工写做共一篇啦吼。咱今仔日已经读到9月28，过来28是写讲要安怎行到苏澳嘛吼。明仔载读9月29吼。甲上尾一段读煞即条路的上尾一条读煞了后，就读